议员李克维甲一群爱心满满民众关怀弱势，长期做公益。这次帮助的对象是北台南家扶中心的贫困家庭，为因募集到2000多公斤的白米甲生活物资，经一组19万外，挹注家扶助学希望工程，帮助弱势学生会当安心求学。很感谢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善心人士这个我们长期这个潘姐这个背后也有一群都热心公益热心企业善心人士这个默默的支持这处这湾文来帮助的这个那个北家府也知道他们都是长期照顾这些这个成长过程求学过程当中的小孩也推出这个助学希望工程这个经费也都还有尚缺也呼吁社会各界可以踊跃的来响应支持。今天我们结合社会各界的善心也实际的这个为他们这个捐助支持一些白米也有将近快20万的奖助学金我们的李义作跟那个潘姐跟他的亲友团一起来协助我们那我们非常开心我们希望在8月底小朋友发奖学金的时候每一个都可以正常的回去上课，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相信也是社会大众的愿望，希望大家一起来协助，一起来帮忙。北台南家扶中心主任李桂平表示，这次洪灾造成北台南家扶中心服务区域受灾严重，受助家庭除了需要灾后重建经费以外，做下希望工程经费，阁欠款400万左右。真感谢李议员以及真侪善心人士以及企业的帮忙，也希望有更侪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帮助弱势学生继续向学。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